行政长陈建仁今去到立法院备询，有立委问到讲，美国已经开始咧检讨香港金无班准费的问题，要求咱爱提早应用。陈建仁是回应讲，详细拢有咧注意。另外，民众党的立委黄珊珊也要求检察官的助理法制化。陈建仁是答应讲，5月20之前会将草案送入去到国会。 行政院长陈建仁日前去立法院进行施政报告甲总质询，民进党立委吴秉瑞讲到香港金融地位伫反送中了后有明显的改变。美国国会已经开始检讨香港3个经贸办事处准费的问题，要求行政单位量早因应可能的变局。还佫讲到未来港票若袂当换美金，敢要考虑港票嘛袂当直接换新台票。你有做任何的防火的设施，做这方面检讨的准备吗？ 我们有密切在关注这个整个情势的发展。确实，港澳在中国化之后呢，渐渐的失去了它在政治、经济甚至在贸易上面的这个地位。金管会主委黄天木表示，银行、保险证券对香港地区的投资慢慢降低，尤其银行对香港保险，在国际保险当中降低到第5。因内民众党立委黄珊珊质疑讲，电信诈欺案的数量伫咧3年内成长360%，互检察署认定负担真重。政府连续2年便预算聘用检察官助理，应该是要赶紧把制度入法。我们来开相关的学者专家的研议。您的看守时间到520，您能不能在你任期内把这个案子送到立法院来？可以。法务部长蔡清祥表示，法院组织法是司法院主管的法规，会受到司法院去签着。只要委员有提案，就会赶紧来配合甲支持。也拿苏丹红番茄碗粉的事件要咧滚价，民众党立委魏玉珍批评是按5环已经系统性失灵。陈建仁强调讲，该查就查，该禁就禁，该罚就罚，会确保民众是安尼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